这个风台是深夜反12点，为宜兰的南澳来登陆。当时这个风雨真大，宜兰有袂少的所在拢做大水，像这个燕山乡的七贤村，包括街路、包括徛街，拢变做大水池。厝内底的家具东倒西歪，全部拢来浸水。还佫有三星乡，嘛是大面积来积水。讲遮带袂少行动无方便的民众，消防局是出动着手灵艇，甲11个乡亲送去收容中心。所在位置呢，就是宜兰的七贤村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边的积水非常严重，已经到我的脚踝的位置。最近因过卡北和行路的问题，风台开辟，甲来台湾宜兰县受影响，燕山乡七村规个做大水，上下面是有鱼仔伫内底受水，那道路饮水和民众徛嘅厝，拢变做水池啊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包括它的一些像是沙发、桌具等等的，现在全部都散落一地，就是受到这次凯米台风的影响。厝内做大水，家具浸伫咧水里，嘛拢海去，现场规个乱糟糟，民众本来讲唔捌淹过这么严重。大概到7点多，它的水位涨得很快，清出一块比较干净的空地，然后把家具全部撤出来。麻烦公所这边再帮忙。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西洲大排的2行，它所以这边比较低洼。昨天早上的9点27分开始就开始预警性的抽水。到的往我这边走。哦，你的贵重物品带着。拖沙水淹到脚腿，当地消防局赶紧出动手灵船，把人救出来。宜兰三星乡青州二路昨暝8点，有真侪所在积水，这嘛带真侪行动无方便的民众，甚至有妈妈抱红婴仔赶紧离开家。11位民众特地到三星乡公所收容中心，真侪囡仔伫咧遮度过上危险一暝，即马敢若希望积水会当赶紧排掉，可以当顺利登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